由香港業餘足球訓練總會主辦2026年度穗邦乙組足球聯賽啊，第一循環第6週賽事有呢場重頭戲，有上年嘅聯賽總亞軍上品對戰聯賽總季軍嘅金威萬國。賽前預測戰況就好似佢哋今季聯賽排名一樣啊，兩隊同樣都係以3勝2負得9分嘅成績排喺聯賽榜嘅第3同第4位，絕對可以稱得上係難兄難弟嘅。不過產生上品嘅10號仔亞區就唔係好同意呢個講法啦。開波5分鐘同隊友阿亮嚟個 overlap， 然後嚟一個窄角度重炮抽射，眨下眼就領先到1-0。睇翻慢鏡個波，砰一聲射埋去，真係好飄噶，搞到守門員阿 Ben 都有啲尷尬啊！落後一球嘅金威萬國梗係冇泄氣啦，一個手榴彈掉入中路，點知哎呀 Java 中柱再中柱啊！睇見佢嘅失望樣啊，我都真係戥佢可憐啊！睇翻慢鏡啊，哇！右腳中完柱之後點樣啊？左腳再中柱啊！真係慘啊！不過幸運女神都有眷顧到金威萬國嘅一個後場攻勢，嘉倫一個腳面彈向前邊，Tony一個箭步上前，過咗龍門之後再用腳面一彈，追成1-1啊！你睇下佢樣開心到啊 ！Give me five！ 睇翻慢鏡啊，最靚啊都係今場啊墮後一格打攻中嘅嘉倫腳面一彈向前邊，哇！完全通透劏穿咗成條防線啊！跟住 Tony 都不負所託啊，過埋龍門之後同樣用腳面一彈，搞掂！追和嘅金威萬國啊，冇放軟手腳啊，又係嘉倫今次喺右路度搞震啊，搞咗一輪之後傳翻去中間，阿添一腳抽射，哇！跨網而入啊！哇！真係靚到呢！咁靚嘅金球啊，梗係一睇再睇啦！最犀利嘅地方係原本打箭頭嘅嘉倫啊，今場做助攻一樣掂啊！不過有好嘅助攻啊，都要有好嘅 finish 先搞得掂嘅，阿添就做到啦。落後一球嘅上品啊，就多次用手榴彈啊去轟炸金威萬國嘅禁區，呢球啊爭啲得米嘅，不過都過唔到今場啊轉打右後嘅 Brian 嘅防守啊。結果呢個攻勢之後啊，球證半場長雞1名，金威萬國就以2-1領先半場。去到下半場啊，金威 keep 住攻啊，呢腳嚟自界外球嘅攻勢，最後由禁區外嘅劉華一腳抽射，砰一聲又射中楣，已經係球隊今場第3次中柱中楣啦！唔通佢哋同條柱同條楣有手？立即睇翻慢鏡，真係砰一聲噶，生條楣應一應，究竟要點射先可以入到波啊？嗱！今場擔任正箭頭嘅 Francis 就示範一次俾大家睇啦。今次啊，劉華右路一個助攻 ，Francis 一樣企喺禁區頂呢個位，一射咪搞掂咯。使鬼成日省中柱中楣咩？嗱，睇多次慢鏡，教你點樣射到呢啲世界波啦！佢係俾揞埋去，搞掂。喂，劉華你收唔收到啊？劉華話：師兄收到晒。1分鐘之後啊，金威萬國呢個攻勢又係嘉倫喺右路出個靚波，劉華就匿埋喺後處，鬼鬼祟祟快腳一篤，搞掂。果然學到嘢啊！將個比數改寫為領先係4-1嘅。睇翻個慢鏡啊，嘉倫出呢個波真係靚到呢！喂，又數手指，呢個係嘉倫今場第3個助攻，可以話係助攻嘅帽子戲法啊！
嘉倫就話：哇，見你哋入波入得咁爽，自己都想一下。不過今次結果就，哎呀，直頭中埋個死角橫眉位啊！之後金威萬國繼續 keep 住攻勢啊，由前鋒改任右後衛嘅 Brian 一個傳中，嘉倫一個頭槌，可惜嘅角度太正，俾守門員孖田沒收。之後又係由右後衛位置嘅 Brian 發動攻勢，傳個波俾前面嘅威文，再俾前面嘅 Bobby 又 set 好個炮台回後，可惜就係阿添呢個射歪咗少少啊！下半場受壓嘅上品一直等緊反擊嘅機會，等下，呢次就等你唔到，從後邊打咗 Brian 嘅荷包，然後由阿優帶上前策動反擊，一直帶，見到左邊阿亮走到個靚位，就俾個通透嘅傳球，阿亮一空對住個龍門阿 Ben， 用左腳輕鬆射入，呢個絕對係由守轉攻嘅教材式示範啊！睇翻個慢鏡，雖然上品呢個時候係2打3嘅，但係阿亮就走到個靚位，結果入球就變得簡單啦，追成2比4較接近嘅紀錄。去到比賽尾段，咁威萬國仲 keep 住有攻勢嘅，呢腳由魔鬼俾個波 Tony 再回翻個波俾魔鬼，喺右路空晒仲發達，可惜魔鬼嘅射門俾孖田橫身飛撲救咗，想補射嘅 Candy 又省中對方後衛啊！上品都唔係一直挨打嘅，佢哋仲有阿區食糊嘅遠射，可惜呢腳就射得太正啦，俾阿 Ben 沒收咗。一次唔得咪嚟多次咯，呢次又近磅好多，可惜係柱邊出界啊！真係射到阿區拗晒頭，懷疑人生啊！從來好睇嘅波都係你一拳我一腳嘅，呢次又到翻金威嘅魔鬼又有機會啦，可惜又過唔到孖田隻腳。最後上品一腳踢咗出界之後，球證亦都鳴笛完場，結果金威萬國以4比2擊敗咗上品，全取3分，暫時以6戰4勝2負成績得12分，喺呢個聯賽榜排第3位，而上品就以9分排第4位嘅。